兄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4年2月14号。今仔日的主题经文是诗篇51篇第1节到17节，以赛亚书58章第1节到12节，哥林多后书第5章20节到第6章第10节，马太福音第6章第1节到第6节，16节到21节。今仔日是三恢复的节期，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短的信息。请咱较济家己来读经文，做伙来思考。今仔日是三恢复节，叫做 Ash Wednesday， 是教会历进入伫大灾节期的头一天。就是所谓的灾解月的40天。对三恢复节一天开始，算起来是40日，还佫加上6个主日，拢总是46天，就到这个过活节啦吼。大灾节期的最后一礼拜叫做圣周，迄礼拜4是洗脚日，纪念耶稣基督为着门徒来洗脚的日子。过一天拜5就是受难日，英文称做 Holy Friday， 也佫称做是 Good Friday。2024年的过活节是伫3月31号。伫礼仪教会、东正教、天主教、信义会以及美国的长老教会，拢有这段期间的特别的经课。伫三恢复节的当天阴暗，教会会举行特别的聚会，并且用对这个牧师也是神父，为着每一位来出席的兄弟，伫头壳遐遮画一个用恢复画的这个十字架，来表示忏悔。传统上，这个恢复的来源是顶一年度的中秋节所使用的中秋画，烧做糊了后，留做后一年度三恢复节来使用。但是现在因为环保因为太麻烦的关系，所以伫这个宗教用品店内底拢买着迄个那像咧罐头安尼吼，会软膏会当使用。大灾节期为什么40天？教会当初来设立这个节庆，是为着纪念耶稣基督伫传福音进前，为着面对这个撒旦的引诱试探，进前伊禁食40日。有的教会会要求信徒用禁食的方式来纪念耶稣基督为着世间人受难的日子。但是咱该各种的教会并无真严格来要求执行这个禁食的方式。搁一个读圣经、祈祷来反省思考，确实是必须要的。另外，牧师的建议是讲，趁着这个节期的期间，将家己的生活顶悬足需要被改变的所在代志来做一个决志，趁这个时间来改。比如讲，这愈手机对极减重，上爱食的这个秀秀暂时莫食等等的。另外，会当一个积极面来培养一个新的好的习惯、兴趣，比如讲读经、
写日记，陪伴厝内的人，加讲一寡好话，或者是讲运动去爬山，互咱会通趁着今年的大灾节期，来互家己有所改变，来纪念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来献上感谢。今仔牧师就无要分享伤过济，请大家家己来研读今仔日的经文，来默想，来祈祷。今仔日也要分享圣歌队伫2023年8月27號的这个錄音这个一首甲聖餐有關的詩歌。最後，咱做伙來祈禱，感謝天父，你賞賜阮救阮，藉着耶穌基督的降世受難割活。今仔日是三恢復節，為着要紀念耶穌基督的救恩，求主幫助阮佇領受救恩了後，會通得佇生活頂間活出美好的見證。見證阮是屬主耶穌基督，見證阮是蒙恩，也見證阮是活佇恩典中間，會通來迎神益人。感謝祈禱奉主耶穌基督聖名求，阿們。